迎收聽轉念之間，我係阿賢。新年嗰陣，好多人撲去廟爭頭炷香，爭到頭崩額裂，為咩？無非想求個平安，想小人遠離，貴人出現。但你有冇諗過，與其一年爭一次，不如日日喺生活入邊點3炷心香。今日同你分享3點，做到嘅話唔使同人爭，貴人自然會出現喺你生命入邊。第一點，口業清淨，唔講是非。好多人不知不覺用把口趕走晒啲貴人。你一論斷人，一講是非，聽嗰個人心入邊會點諗啊？你今日喺我面前講佢，他日會唔會喺人哋面前講我？你以為傾下閒偈好平常，其實已經中咗戒心。貴人見到你都掉頭走。相反，一個人把口清淨，唔講是非，唔兩舌，唔惡口，身邊嘅人會覺得同你相處好安心。貴人自然願意留低。把口就係你嘅第一炷香。第二點，心無知道，隨喜讚嘆。見到人哋好，你個心係祝福定係唔舒服？如果你見到同事升職、朋友幸福，心入邊有啲酸澀，甚至暗地裏諗佢好彩啫。呢個自妒心就係趕走貴人嘅毒藥。貴人通常係俾你有資源、有能力嘅人。如果你見到人好就唔舒服，你嘅磁場會自然排斥佢哋。但如果你學識隨喜，真心替人高興，讚嘆人哋嘅好，你嘅心會變得好柔軟、好寬闊。呢種人，貴人見到就想親近，因為你嘅心量夠大，裝得住福氣。心量就係你嘅第二炷香。第3點，身行正道，唔貪小便宜。一個貪小便宜嘅人係最難遇到貴人嘅。點解？因為貪小便宜嘅背後係一種匱乏感。我唔夠，所以要攞多啲。貴人睇人係睇格局嘅。一個斤斤計較，成日諗住點樣攞着數嘅人，格局太細。貴人唔會願意投資時間同資源喺你身上。相反，一個願意食虧唔計較、做事有誠信嘅人，貴人見到會想幫，因為呢種人值得幫。幫咗佢，佢會好好運用，甚至會回饋社會。正道就係你嘅第3炷香。總結3點：口業清淨，唔講是非；心無知道，隨喜讚嘆；身行正道，唔貪便宜。呢3炷心香唔使同人爭，唔使排隊，日日都可以點。當你成為一個口善心寬行正嘅人，你會發現小人自然遠離，貴人自然出現。因為最強嘅磁場唔係風水擺設，而係你嘅為人。我係阿賢，多謝收聽轉念之間，我哋下集再見。